细胞内面，伊就会开始发出伊的迄个热能。因为咱俄勒耶和华，咱的细胞知影无？咱的灵是知影，所以咱俄勒耶和华是带来一个健康的一个足好的方式。每一天起来就是俄勒耶和华宣告，耶和华就是我的关台，耶稣基督就是我的健康。阿门吗？阿门。这是上帝将伊的灵放伫咱的内面，互咱伫咱的需要的时阵，伊要甲咱相通，所以咱就知上帝用安尼来听咱，所以咱要继续来敬拜伊的时，我需邀请咱目睭闭起，咱有一段的祈祷，咱来祈祷，咱请乐团来，兄弟姊妹来祈祷。哈利路亚。是主啊。对古早到将来，有我相信你成就，随我渐渐过去，心内切切希望，主陪伴我，安慰我，领明我。风雨时阵，也知主你的温柔。这回来，随我渐渐过去，心内切切希望，主陪伴我，安慰我，引领我。风雨的时阵，才知主你的温柔，对古早到将来，永远相信。你成就，随我渐渐过去，心内切切希望，主陪伴我，安慰我，领明我。主你会陪我行过春夏秋冬，听我一转。靠着主予咱祈祷的权柄，每一个人拢会当有上快乐的祈祷，因为主讲：你若找求我，我就予你找到；你若拍门，我就为着你开门。这是什么款的意思？就是讲，咱既若对心内底上帝所求的，伊是。